为了要庆祝这儿童节，新德市连续4天伫咧新德公园举办大型活动，活动也包括着儿童戏剧、艺术表演、音乐创作等等，要互这囡仔呢欢欢喜喜过儿童节。母语团体也来到现场，讲这母语故事，亲子有教，希望利用这趣味活动，吸引更较侪人来讲台语。拿出去啊！好吧。 趣味的戏剧表演，互台下观众看甲笑嗨嗨。另外一边是艺术主题甲科技互动游戏。4天连假伫新德公园所举办的儿童节活动，各种的体验，互囡仔发挥创意，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回忆的儿童节。大朋友、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也有静态的，也有动态的，很棒啊！就是很多活动，然后还有表演，让小朋友动手做，以及刺激他们那个五感。 那我们大型舞台的部分，像我们现在正在演出的是跟森林相关的一些故事，包含我们森林小动物的之间互动，以及大自然的亲近。那我们还有相关的一些音乐的一些表演，还有街头艺人的表演。加多石头纸，加多石头纸。 这是加多，这是石头土啊，伫遮大。母语团体把伫咧儿童节来到遮推广母语，利用讲故事的方式，望吸引更较侪人做伙加入台语大家庭，佮透过台语亲子有教，互大人参囡仔互动耍游戏，现场充满笑声。今仔日想要讲迄海贼的故事，因为囡仔种做介海贼，海贼有足侪人收到海贼，但收到物件，比如讲银鸽啊。 比如讲，伊的帽啊，互囡仔安尼耍，我就想讲安尼甲新地市即届迄儿童节当配合嘛，真趣味安尼。欢迎搁较侪台语家庭当加入安尼。全台语的亲子有教，互爸爸妈妈甲囝做伙振动身体。老师讲，亲子有教会当增加亲子关系，过程中也做伙学台语、讲台语，甲台语用自然的方式融入生活当中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